大家好，相信有不少朋友都有睇咗上星期日首播嘅戀愛真人 show 女神配對計劃。呢套劇係由林盛斌擔任主持，以金牌媒人的身份為5位女神：葉倩文、李子晴、關嘉敏、梁敏巧及羅毓儀公開招募理想對象。節目首集播出後，大家焦點都落在葉倩文與男藝人曾展望之間的甜蜜互動上，掀起全城洗版式討論。未繼續講之前，請大家支持，免費訂閱我嘅頻道，多謝大家。講返呢套劇，網上有好多朋友都會俾其中好多劇情感動到，尤其係曾展望與葉倩文呢一對。當曾展望出場時，所有現場人士都非常之興奮，而葉倩文全程更是甜絲絲係到笑。又當主持林盛斌問曾展望何時開始對葉倩文心動，曾展望則回答話，其實佢哋識咗好多年，第一次見葉倩文已經覺得佢幾好，不過嗰陣我知佢拍緊拖，之後見佢參加緊呢個節目，即係單身啦。曾展望係一個怕魚又要面嘅人，不過嗰刻我唔想葉倩文俾人追走，咁我咪嚟追你咯。其後葉倩文也向製作組投訴，你哋係咪玩我，將我嘅理想型放到咁後。其後葉倩文追問曾展望是否可以分清楚自己喜歡的是 Sophie 還是 Candy， 曾展望回答，分得清啊，你嘅角色同真人幾大分別。Candy 比較小女孩，但係以我認識你，係時尚型新女性。不過反而覺得曾展望與 Mike 這個角色相似，佢都用咗好多自己落去，係轉數快同有急才嘅人。本來林盛斌表示要數5秒後，要葉倩文做最後決定，不過葉倩文直接說，我唔需要嗰5秒，由開閘嗰下我已經揀咗啦。葉倩文為曾展望戴上心動頸鏈時，二人全程不敢望對方。葉倩文說，我哋好耐冇見。曾展望即說，我哋遲啲見多啲。場面非常溫馨浪漫，有好多網友都睇到好窩心同好感動。他們認為係《愛回家》劇集入面，葉倩文同曾展望係一對。如果現實生活都係一對的話，就更加理想了。可能真係戲假情真。至於也有好多網友都好欣賞曾展望呢份勇氣和真誠，可以係廣大電視機觀眾面前表白自己同追求自己中意嘅女仔。至於葉倩文曾展望，戲假情真成為城中熱話，片段迅即在網上瘋傳。有人說場面好感動，希望佢哋可以真的係埋一齊，又話他們好有夫妻相，好襯好甜蜜，希望可以係另一對陳豪和陳茵美。二人還同時獲讚真性情，夠爽夠直接。今日就同大家講到呢度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